这边就是我们开的公益早午餐店，带大家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跟缅甸有关的工作，然后也一直都有向社会大众介绍我们的公益行动，我就觉得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说故事，让大家可以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我们。所以1楼的空间我们就开了这间公益的早午餐，餐点里面有做缅甸的咖啡，还有缅甸的奶茶，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好吃的东西来认识缅甸这个国家，也可以间接认识我们单位。这边是我们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在台湾的办公室。平常在这边的话，同仁就是会去规划我们例行性在做的计划，比如说像是今年什么时候志工要出去培训的状况，还有要送出去海外的物资调度的怎么样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缅甸还有泰国北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。